以色列昨强攻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造成约50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美国加派部队过中东应应。台东的台仔庄中毒案造成3个人死亡，目前上新的检测结果，所有的人体内拢验出农药托福熊。今年的全球小姐取消参选人的最高年岁限制，南韩就有一个80岁阿嬷崔顺华勇敢参加比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以色列昨是强攻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造成约50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是在2006年双方冲突了后，史上上界严重的一场空袭。而且这以军阁放调讲会有后一波攻势。因为惊这中东的战火愈来愈严重，美国就加派部队过中东应应。以色列空袭炮火持续几天，锁定黎巴嫩南部加贝卡山谷的160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造成几60年来上界严重的单日伤亡。几多万个黎巴嫩南部加东部居民，伫空袭前有接到要求撤离真主党军火库的简讯。南部港市西顿的主要高速公路客满一辆贝鲁特的汽车，是2006年双方冲突以来上界大规模的规定逃亡。كثير عن هنيك وكرمال هيك اخذت اولاد وماشيين على الله وين بدنا。以色列趁顶礼拜比利库加对讲机炸药木马都城，造成黎巴嫩境内真主党高层加几多千人伤亡的时阵，发动强烈攻击，目标是要抢夺真主党过去20年的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伊表示，目前正在准备针对真主党的下一阶段行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讲，这个行动不是针对黎巴嫩，是真主党。For too long, Hezbollah has been using you as human shields. It placed rockets in your living rooms and missiles in your garage. We must take out those weapons. Once our operation is finished, you can come back safely to your homes. 真主党马布里嫩连续对以色列北部港市海法发射几多百粒火箭，双方情势紧张。欧元烦恼中东会陷入全面的战争，埃及是呼吁联合国爱随介入。美国国防部证实，正在向中东少量增加兵力，加强已经设置当地的部队，还毋过无提供详细的细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从黎巴嫩遐尼侪死伤，中东的局势就搁较紧张。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分析，以色列未来有可能去互5个国家围攻。咱来看边仔这地图，蓝色的是以色列，也若是红色的部分，其他拢有可能是以色列未来的敌人。除了这西南边有上大升起冲突的哈马斯加萨地区，这阵北边也搁有黎巴嫩当咧烧战的真主党。也若是咱来看较大范围的地图，这叙利亚甲伊拉克的民兵是拢已经穿好无人机甲飞弹伫遐咧等。也若是这阿拉伯半岛的上南边也门的叛军，是对半年前就一直甲以色列徛对头，一直咧攻击这经过红海船。而且咱讲到这，是还袂讲到中东幕后的老大伊朗。这伊朗毋但是真主党背后的靠山，而且伊是有发动稳定攻击的能力，会当直接对因遮绑架对以色列过。无论讲因这边是战甲安怎，这上界可能的一定就是百姓。当以色列要绑黎巴嫩南部的时阵，就有大阵民众拼死逃往北部。大家即阵嘛已经开始咧抢生活物资。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空袭的贝卡省地区，民家陷入火海，惊吓的民众赶紧带巨家火药塞车逃离。以色列拜一大开杀戒，轰炸黎巴嫩几啊个真主党据点，造成严重伤亡。看到战火就要扫掉江远，真多民众只好先从家庭送去安全所在，因有的一支火药扣入卡车车厢，有的骑奥多麦明显超载。蔚南到北的道南车条，占据2条道路，会当讲看不到进步。الله بنرجع بخطنا ان شاء الله بنرجع ايوه تاني بنرجع جنوب شو الاوضاع هناك 在中南部地中海沿华沙市塞达，有人选择继续向北逃，也有人秘密改做临时避难所的好好避难。قصفوا حد البناية بيتي كلها انهزت علي وأزمت كتير وهيك يعني عشان هيك اضطرينا ننزح جينا لهون قالوا لنا امين
الوضع كتير مأساوي نقطع يعني نحن بطول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有一寡住伫外境以色列边界居民原本拍死唔退，也毋过为着囡仔的安全设想，也不得已改变心意，撤到庇护所。يعني من أول ما بدأت الحرب يعني قصف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كنا قاعدين بس لما لقيناها اشتدت صار حوالينا قالوا لنا انخرعت يعني اضطرينا انه شو نحمل حالنا ونفل والا لولا الاطفال يعني والله ما بتزحزح من مكاني يعني。不过，随着政府扩大，到底走去倒位才安全，真侪人心中拢有疑问。在这个同时，黎巴嫩部分城市街路已经出现白真长、手被棒甲加油情形。专家更加烦恼，若美国甲伊朗也插入这场冲突，恐怕会为中东地区带来更加大的灾难。公司新闻在回应朋友。转来看国内消息，台东台仔站中毒的案件造成3个人死亡，目前还阁有2个人伫咧加护病房治疗。目前这上新的检测结果出来，所有的人的体内拢有验出农药脱氟熊，这证据内底残留的台仔粉脱氟熊嘛真高，这敢真正牵涉到人为因素，检方当咧追查。经过真侪研究里，连续有7个人出院。台东的台仔站阿伯中毒案，甲即马还有2个人持续住院治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妈妈在医院，然后我就过来，我就在顾，有啊，有好转了。住院病患家属就伫身边陪伴，表示妈妈的病况已经有较好啊。毋过专案造成3个人死亡，真侪人送医。即马官方搁再公布上新的调查进度。有11个个案有送检，那血液跟尿液呢，都有检出到这个托氟松的这个浓度。那12名个案当中有1位是因为他是已经死亡，然后在医院当中没有留存他先前的检体，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替这一位送验。其中一个死者无留检体，无法度送验以外，村内拢有检验，准讲浓度侪少无共，毋过胃血也是少，拢有验出托氟松。家己食村的检体验出来的浓又是同款的，甚至经过了解，所有死者解剖了后，拢阳性反应，等于是12个人体内拢发现托氟松。一个同情病患的家属，伫台东县长姚庆玲的面前闹话，即期出现头一个个案了后，乃无发现，嘛无通报，要求县政府会当说明。专案疑点真侪，检方也继续调查。案件发生迄当时，警方就捌通知过身阿嬷的后生说明，即马阿伯内底的台仔，也甲精密具内底留的台仔粉，拢验出高浓度的托氟松，是毋是牵涉到人为因素？检方嘛分他日案侦办，案件真相也有待调查。不过台仔的涉案先引起关心。像我们这次的市集，其实好像比较少看到了有那个阿拜吉纳夫的东西出现了。当地部落的路边摊台仔的产品都好多减少，族人感觉真无奈，认为这是单一的事件。不过部落的员工煞有哪拖推着。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食药署今日公布，因对一批泰国进口的肯德基调味粉当中，是验出致癌的物质宽氧乙烷，计共是有2000多公斤。肯德基是强调讲，已经把这批调味粉退货，所有的门市拢无用到。煮甲赤赤的鸡肉是袂少人真介意食的好料理。不过，即马所有风声讲，连锁的素食店肯德基因用的进口调味粉，伫边境去用验出有致癌的物质，引起消费者的忧虑。会很怕，对，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很严重，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孩子，可能导致致癌的物品嘛。对，所以可能会考虑针对身体健康的考量，可能比较不会常去购买。小数日是公布上新边境查验的结果，其中一批富力餐饮公司为泰国进口的肯德基原味鸡肉的调味粉，互验出有致癌的物件，宽氧乙烷有到2000多公斤，按规定都要全部退货或者是销毁。泰国输入的调味粉因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0.1 ppm， 被判定为不合格。都不可医师表示，宽氧乙烷伫医学甲工业的方面，请在方摕来做消毒剂，为国家批准做农药啊，会当用来分农产品，或者是除害虫。不过，国际癌症中心已经甲伊列做是一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恐惊会增加致癌的风险。长久接触环氧乙烷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大量接触到环氧乙烷，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神经病变。针对这点，肯德基发声明强调讲，这批调味粉伫边境互检出来了后，已经按规定退货，并无流入去市场。
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即批有问题调味粉，而且嘛会主动甲无共批号的调味粉交予第三方来检测，确保产品有符合规定。食药署强调讲，伫边境防查落来业者，未来保检产品会变较严格，改做是每一批拢会检验。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天狗节本土群聚的疫情扩大，新北这站群聚是已经增加到6例，拢是染到第2型的病毒，这当前甲第4的比率拢是比第1型更较悬，而且患者可能会出现吐、佮流这款无改善天狗节的症状，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另外，这寡病例是拢捌去过三界庙到天山公园报道，这大是对即阵开始封线1个月。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新店新合理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有不少居民专工请假来做抽血检查，都惊去为着天狗节，家己唔知影。他有贴那个公告，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你只要通知，担心就过来啊，这样大家都好。新北市天狗节群聚感染持续扩大，这款数字是公布佮新增加2例天狗节的本土病例，一个住伫新店，一个住伫中和。经过调查发现，讲这2个个案还伫潜伏期，嘛拢有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甲之前公布群聚的个案是属于同一个群聚的事件，累计已经有6个病例。检查结果拢是去为着第2型天狗节的病毒，甲一般典型的症状无共款，当前甲致死率嘛比第1型的要较悬。如果说是在新店中和这边的民众，如果在发烧、头痛的症状以外，还有出现腹泻跟这个呕吐的话，不要误以为说一定是肠胃炎哈，希望能够就诊，然后告知医师你的一些活动史。疾管署强调讲，新北市中和的新南里、甲附近的景南里，还有新店的新和里，这3个里会列作是高风险区，设立社区的体检站，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北卫生局嘛宣布讲，三界庙到天山公园的步道会封起来1个月。伫出入口的所在，嘛会有封锁线甲菜馆制牌，嘛会加派骹手巡逻。民众若是偷走入去，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还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头先因为今日是这方面是已经有较离远去，所以讲这雨就已经有较停啊。不过今日阴暗又搁另外一波风面要来啊，又搁要开始落雨。连续落遮尔济天雨，山区的土石松软，阳明山小杨溪登山口往七车山的主峰已经小看咧放，游客就暂时有好去。所以来镜头来看花莲嘉山基地，空军校准部风声是集体食食中毒，是有13个官兵甲员工昨食饱了后就吐过流。目前这相关单位是已经咧验走海的水质，还有现场的环境。也若是上尾咱来看这家家户户煮饭上介重要的食材鸡卵，尤其这台北市两商工会是宣布佮降2块。产地是对每斤26块半降到24块半，也若是大卖介绍是对拜四开始对36块降到34块，是这3年来上介俗的介绍。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消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是去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大会，发表演说。伊是提出一个胜利计划，希望国际会当增加互因军事援助，而且嘛要加强甲罗西亚外交施压，追究这罗西亚发动战争的责任。乌克兰嘛希望讲会当放令因使动远程飞弹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美国了，先见证宾州甲乌克兰扎波罗热签姊妹州协议，要参观伫咧宾州一间陆军大药场。泽伦斯基这次去美国主要任务是要向美国总统拜登甲两党总统候选人提一项胜利计划。Украї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Першим його побачить повністю президент Америки. Звичайно, представлю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усім лідерам країн-партнерів, які так само,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Байден, є лідерами світу, можуть стати лідерами миру, допомагаючи нам із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泽伦斯基真正的声明内面讲，胜利计划包括3个部分：加强盟友对乌克兰军援，对俄罗斯施加外交压力，追究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责任。在进前几个月，乌克兰一直希望美英等西方盟友会当放定使用远程飞弹的限制，来实现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不过，俄国总统普京进前就警告讲，若呢死做，就代表俄罗斯甲北约将会进入全面战争。克里姆林宫也讲，对胜利计划内容持保留态度。 Если когда-то уже будет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появляться какая-то информация, то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это изучим. Изучим. 泽伦斯基尾仔也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普京已经偷走真侪物件，因故伊永远无法度偷摕世界未来。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23呼吁盟友批准乌克蘭進行遠程打擊，包括芬蘭、瑞典等國家伫戰爭攏已經表示支持。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加州政府对石化产业往往是反对的态度。昨个正式告全美国上界大石化集团埃克森美孚，讲因这数十年来拢咧欺骗大众，塑胶制品是会当回收的，造成这塑胶粪扫满世界。不过埃克森美孚是翻头批评这州政府拢无咧检讨家己的回收机制，这会造成粪扫归大堆。 We filed a lawsuit with 6 causes of action against ExxonMobil for conducting a decades-long campaign of deception to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recycling makes plastic, including single-use plastic, sustainable. Let me be clear, it does not. 近几年来，塑胶粪扫防认为是造成陆地甲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各国政府拢开始立法禁止使用一届就断掉的塑胶产品。 而且推广会当回收的材料，全球上大间的石油企业之一艾克森美孚，除了石油甲天然气以外，嘛有咧做塑胶等等的化工产品。艾克森美孚集团指出，部分包装的材料一定要使用一届就断掉的塑胶。不过，这种塑胶的产品伫真侪国家拢真好回收，所以造成粪扫愈来愈多。Certain polymers will absorb oils and impurities, and they're not well suited then to go into mechanical recycling where you can't remove those impurities.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dvanced recycling is that any of the impurities that were present in the mixed plastic waste are broken down and can be filtered out in the process. Advanced recycling is taking plastic material and heating it up and melting it, but then breaking it back down to the molecular building blocks so you create a liquid that can be used to make many different products. 加州州政府认为讲，艾克森美孚这年来对塑胶制品回收的问题误导而且欺骗社会，地区各地持续使用塑胶的制品，因都要为粪扫塌倒价的问题来负法律责任。不过，艾克森美孚是驳回讲，先进回收系统或者是类似的方法，对解决粪扫的问题是真有效。每一年处理超过6000万磅的粪扫，等于是27000多吨的塑胶粪扫，这就是证明。 路透社引用环境法学者的讲法指出，加州州政府的诉求是靠大众对石化产业的歹印象，伫法庭无一定较有赢面。未来官司是输是赢，要真歹讲。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年的环球小姐是取消参选人最高年岁限制，所以讲到有搁较侪女性参加比赛追求梦想。 亲像这阿根廷小姐参选人罗德里格兹，今年是60岁，虽然无摕到第1名，不过嘛有摕到这最佳面容奖的荣誉。也若是另外，今年美国的德州小姐嘛有一个71岁加勒玛丽莎参加比赛，是这上侪岁参加比赛纪录。也若是咱上尾今日要来看的主角是南韩一个80岁阿嬷崔顺华。 伊看起来是非常有气质。崔顺华讲，伊即回参加环球小姐的比赛，并毋是为着得奖，是要鼓励这侪岁人勇敢过生活。披环球小姐的选美彩带，规头白头毛，阿嬷级的参赛者崔顺华，伫正侪美女的包围，穿蓝色的礼服，显出高雅的气质。已经80岁，伊看起来真无共。 그러다가 제가 미스 유니버스 나이 제한 없다는 걸 보고 나 여기 나간다 그랬더니 어머니 거기까지요? 어머니 자관 뭐 하고 싶은 대로 해보세요 그랬거든요. 그래서 제가 이제 어저께 사진도 붙이고 했는데 대단합니다. 우리 어머니 대단합니다. 우리 할머니 짱 그랬죠. 제가 굉장히 기분이 좋아요.
环球小姐官方召集今年调整参赛条件，无限制最高年龄甲婚姻状态，嘛无限制是毋是已经做人的妈妈，互更较侪无共女性的水会当展现。伫阿根廷有一个60岁参赛者，先伫地区赛得到季冠，却伫全国比赛得到最佳容貌奖。互媒体讲是选美女神，伫国际嘛伫流传。南韩这个银发参赛者，一个春卡出手优雅，够有自信，证明美丽无年纪的限制。 Korea is having a very fashionable moment with the old age. You'll see it in the advertisements, on the TV shows and fashion shows, and even in the international beauty competitions. 崔顺华目前是一个model，进前阁捌参选国会议员。伊讲参加选美是毋是吊顶无重要，是想要鼓励阁较侪银发族爱勇敢对望，老年的生活嘛会使过甲真精彩。 그런 것을 자기 자신이 키우기 위해서 사회에 나와서 자기가 가고 싶은 어떤 그런 곳을 다니면서 굉장히 그 활발한 활동도 하고 또 그렇게 함으로 해서 우리 시니어 사회가 굉장히 활발해지고.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英国表演公司策划大型牌装置艺术，最近是伫咧加拿大多伦多展览。8,000外底牌全长2.5公里，一地接一地小线倒落，场面真壮观，咱做伙来看。骨牌一个一个倒落来过程，所有人拢举手机仔咧翕，想要甲记录落来。 由8,000外底大型骨牌组成的公共装置艺术，今年头一届来到北美洲，伫加拿大第一大城多伦多。这届骨牌有甲2.5公里长，路线沿滨海街区一直到公园。骨牌一个一个倒去，烧台过程有甲半点钟，大家是小静来看。I was watching the boat up on the hill, and you could see the crowd as they turned, and you could hear them cheer, and then they cheered again when it tumbled off the boat. 这个由英国表演公司策划罕见大型的装置，透过甲骨牌摆伫生活当中会经过的徛街、甲点头的附近，要来优化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尤其伫加拿大，有43%的民众真罕你甲厝边斗小借问，即个参与这个活动，会当趁机会重建社交的联络。 It's really a chance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out of their homes, to meet their neighbors, to be part of a collective building exercise together, and ultimately to feel better connected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like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dominoes are actually connecting all the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ll the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 neighbors living in tho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nd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oo. 大型骨牌艺术，2016年伫法国普尼岛公开了后，已经伫欧洲、澳洲、甲南非等等全球20外个城市展示。即个来到多伦多，出动200外个志工，用几啊点钟的时间，甲骨牌看好好势。 短短举行的时间，已经有真侪在地人留下真深的记忆。公司新闻杨岩编译。东欧保加利亚中部有一个庄仔头，号做热热加尔，敢若住400人。不过因为这10当前开始咧办艺术节，都有真侪艺术家去遐留精彩作品，都请真侪观光客到地。透过一寡壁画，甚至可以当看到真侪无共世代名人徛斗阵的画面。 艺术家伫壁顶悬绘图，离小可较远一点仔看，发现画的人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甲已经过身的有名女明星玛丽莲梦露。这是东欧国家保加利亚中部一个村头热热扎尔，人口干来400人，所正做真侪观光客知名，一定爱来景点之一。Рисунки се получиха отлично и всяка година става все по-добре. Мястото като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 се утвърждава и идват цели групи с нарочен маршрут, който минава от тук. Така или иначе, известни сме вече в целия свят. 这是为10年前开始，每年热天拢会办艺术节，邀请各国艺术家来画壁，主题呈现即马世界上的各种议题，为政治、公共、社会甲文化生活完全无受限制。有时阵也个用增加一寡玫瑰头，也个笑口的议题。亲像这个画顶悬拢是捌做着暗杀的美国总统，有甘内迪、林肯、雷根，甲前一阵仔才被枪击的川普。啊，毋过拍伫这总统身躯的红点，毋是枪伤，是保加利亚主要农产品柑仔蜜。也个2个无共款世代已经过身传奇歌手，鸟王甲风球乐团主唱弗莱迪。
到8月才多过身的法國十部名車亞蘭德倫，攏是百老匯主角。 3 years ago, we painted him in the company of Belmondo and Ivan Vazov. Belmondo, who died then 3 years ago. And today they are all three together talking about life. 保加利亚过去是苏联势力范围，也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1991年苏联解体了后，保加利亚反对党加入北约，加做欧盟会员。多元的政治文化背景为百老汇增加美洲亮点。公司新闻陈伟真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